会的母亲节活动，4月18日起全馆满5000送百，大家店满万送机。南胖购物中心百变女王无限可能母亲节当期有个会为18日到24日拍头阵，促销正当期为4月25持续到5月10日，期间推出多重优惠，除了有满额送消费抵用券、会员7点送，以及全馆满清送百无上限等优惠大好康。就6000送900的一个优惠，那我们配合了一个买千送百，一个无上限，还有大小家电是1万送1000，还有当然有一些我们的特色，所谓的新兴几点送，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特色。那我们会继续往这边去做发挥，那当然产品线的丰富性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历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今年也是南胖购物中心营运10周年的日子。购物中心4月20将伫咧南胖广场举办《我的时尚年代》大型走秀活动，邀请侪间流行服装品牌以及太子龙做伙来走秀，感受每一个时代时尚美学。4月20号礼拜六会有一个活动，是针对这次10周年的活动，那会有一个我的时尚年代的一个走秀，那会把我们馆内品牌的一些比较主要品牌做一些一个应该是说模特会穿的走秀的一个活动。那加上台南纺织一开始它是一个太子龙，就是我以前那个强力太子龙这个商标，我们会把以前的一些，应该说以前的一些怀旧的部分，也会加入这个元素进来。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